佔中嘅學者話，佢哋佔領立法院咧，即係台灣班學生係受呢個佔領中環咧嘅啟發。我都黐線啦！咁我就真係好拗頭啦。我哋36年前都佔領中正機場啦，松山機場啦，25年前已經佔領嗰個中正紀念堂，5萬學生跟住就派30個代表就去同阿李登輝講數啦。咁最後講數結果就台灣開雙普選啦。你真係睇得到嘅。人哋幾廿年，李登輝即係台灣嘅民主之父。係啊，佢係一個亞洲嘅偉人嚟嘅，將來嘅100年之後咧係有歷史嘅地位。好啦，新聞之後再講。人傑地靈，光明頂。街市買嘢咁樣啦，咁有啲嘅餸菜咧，咁啊，我聽好多朋友咧都係覺得好神奇嘅，即係覺得包括我自己在內啊，我自己最初嚟嘅時候。有同願意作出提議，多謝合作。就話如果你係北邊嘅地方咧，免啲嘅賓士蘭啊，嗰啲就冇咁貴㗎啦，咁樣。但係因為你呢邊嚟講咧，你有咧，喺墨爾本呢邊咧就都係咁容易種嘅，咁樣即係佢哋入就咁。但係喺街市見到咧就係咁嘅情況啦，咁啊價錢咧相差就。